外傭借貸後走佬咧係經常發生嘅，跟住咧有人上門追債，僱主一家咧大細都嚇親。政府嚟緊咧會修例規管借貸，加強保障僱主。等我同大家介紹3點。第一，貸款設上限。外傭咧一般透過冇抵押嘅貸款，根據政府數字，外傭平均貸款額咧約2萬蚊，壞帳率9.9%。貸款宗數同埋壞帳率咧都係所有行業之中最高嘅。為咗避免過度借貸，新規定之下咧，月入6000蚊或者以下嘅人咧，還款額佔入息比率唔可以超過3%，變相咧限制佢哋唔可以借咁多錢，而還款期咧都唔可以長過外傭合約期限，以免咧外傭完咗約，僱主仲因為佢嘅舊債咧而有手尾跟。第二，禁止要求提供諮詢人。以往唔少外傭借錢時咧，自行填報僱主係諮詢人，仲俾埋僱主嘅電話地址，搞到僱主咧被人上門追債。工人又已經走佬，新規定咧禁止放債人要求提供諮詢人，廣告上咧都會加入風險警示。如果放債人收數時咧滋擾同埋貸款無關嘅人咧，就係違反牌照條件，可能會被釘牌。相信對放數公司咧有阻嚇作用。第三，放債人互通訊息，確保唔會借完又借。雖然會引入貸款嘅上限，但為免一個人咧向唔同嘅財務公司借貸，令到貸款金額咧超越每月還款佔比嘅上限，政府會進一步咧要求放債人將借款資訊咧放上信資通，加強資訊流通。呢項措施咧，明年6月生效。我希望咧，政府可以加快推行，盡早建立保護網。聘用外傭咧，就係希望照顧屋企啦。如果因為借貸而被滋擾，搞到家無寧日咧，就好慘。其實外傭仲有好多問題，對僱主係唔公道嘅，包括咧做咗幾個月，話有事咧就走人喎，但係僱主咧仲要包機票，又要咧再俾僱傭公司嘅費用，又要再等新人，真係好煩好慘。政府要加快咧檢討成個制度，令到僱主咧有更好嘅保障。請大家咧留言、分享同埋廣傳，多謝大家。